因为顶日啊，伫这场辩论当中，川普伫辩论当中就有去批评移民。伊讲伫春田市的海地内的这个国家的移民会去掠猫啊、狗啊来食，不过官员已经驳回讲这是错误的消息。12日时，伫俄亥俄州春田市府就接到炸弹威胁，警方嘛赶紧疏开民众。 俄亥俄州春田市外口有警车伫咧守，警察出入入看起来算是正平静。春田市有4栋市政府建筑，2间学校拢撤离。当局宣布，规个春田市因为有几落件炸弹威胁，市政府今仔日关闭，配合联邦调查局办案，查清楚消息来源。市长卢伊讲，炸弹威胁是来自讲伊对移民问题不满的在地人。In Springfield. They're eating the dogs, the people that came in. They're eating the cats. They're eating the pets of the people that live there. 春田市人口62000人。自从和前总统川普伫大选辩论时阵讲，有海地等国家移民甲人饲的鸟狗掠来食了，就好全国注意。市府官员澄清讲，唔捌接到不完讲有人饲的鸟狗互人食去。社区教会也伫咧讨论安怎处理这件代志。We need like a community that understand each other, that works with each other, and listen to each other. 这几年有差不多15000位海地的移民，为了要逃离家乡的选择甲目的，依照总统拜登新扩大的合法入境管道，搬来春田市，带动当地的经济。不过，也和学校甲其他的社会福利机关服务愈来愈严，工资也一直起。不过，地方官员讲，犯罪率并无增加。川普所讲的无证移民伫咧春田市食鸟狗，互人批评是讲白贼歧视性的言论。纽约时报12日报道讲，美国网络政治杂志《联邦党人》有摕到一段不凡的录音，讲春田的居民伫咧上班的半路，看到4位移民伫咧城市的公园掠鹅，敢若是证明网络上的移民掠动物来食的讲法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。